弟兄姊妹平安。上次我哋查考咗神向佢子民嘅左鄰右里發出預言，今次我哋要查考以西結書29到32章。呢4章經文主要係針對埃及發出預言。埃及雖然唔係喺迦南地，但係佢係喺猶大國嘅南邊，唔算太遠嘅地方。除此之外，埃及同以色列人之間係有好深遠嘅關係。提起埃及，我哋最先想到創世記第12章所寫嘅事蹟。亞伯蘭因為要躲避饑荒，就帶埋妻子撒萊從迦南地往南遷徙到埃及。撒萊生得好靚，亞伯蘭擔心埃及人睇上撒萊，會將身為丈夫嘅佢殺死，所以就同妻子講好，要話俾埃及人聽佢哋係兄妹嘅關係。結果撒萊真係俾人睇上，而且仲帶入皇宮。如果唔係神讓疾病臨到法老王同皇宮嘅人，撒萊就好難脫身啦。除咗亞伯蘭嗰件事之外，俾我哋印象最深嘅係雅各最寵愛嘅兒子約瑟，俾哥哥佢哋賣到埃及去當奴隸，結果卻成為埃及嘅宰相。約瑟當時喺埃及大有貢獻，所以法老善待雅各佢哋。可惜約瑟死咗之後，埃及人就漸漸忘記咗約瑟嘅功勞，亦都係因為希伯來人嘅人口增加得太快，已經對埃及人造成威脅，所以後嚟嘅法老就開始奴役神嘅子民。等到滿咗400年，神先至依照佢嘅應許，吩咐摩西同亞倫帶領佢嘅子民離開埃及。以色列人返到迦南地建立國家之後，以色列人同埃及人之間嘅恩怨仲係繼續不斷。呢一對歡喜冤家彼此之間嘅關係時好時壞。我哋從舊約嘅歷史書同先知書睇到以色列嘅君王好中意同埃及買馬，可見得埃及嘅馬匹一定係好強壯又好靚。埃及喺當時仲係一個好強大嘅國家，可以跟亞述帝國同巴比倫帝國抗衡。所以當以色列分裂成為南北兩國以後，北國一被亞述帝國欺負，南國一被巴比倫帝國欺負，就會諗到要去向埃及求救。至於依家嘅埃及點解冇咁強大呢？有關佢嘅新聞真係少之又少。從我哋今次要查考嘅經文就會揾到呢個問題嘅答案。喺以西結書29到32章呢4章嘅經文裏邊，一共記載咗7篇有關於埃及嘅信息，係神透過先知以西結喺唔同嘅場合寫出嚟嘅。其中有6篇呢記低咗日期，只係有1篇冇日期。有日期嘅就顯得信息更加可靠。依家我哋就嚟查考第1篇有關埃及嘅信息，寫喺以西結書29章1到16節。我哋嚟睇下1到3節啦。第10年10月12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預言，攻擊他和埃及全地，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埃及王法老啊，我與你這臥在自己河中的大魚為敵。你曾說：這河是我的，是我為自己做的。發出第1篇信息嘅日期係喺以西結被擄去巴比倫嘅第10年10月12日。根據前面嘅第24章，我哋知道以西結被擄去嘅第9年10月10日，巴比倫王開始圍攻耶路撒冷。依家已經係1年多之後，耶路撒冷仲未有被攻破。神喺呢度責備埃及王法老驕傲自大。法老誇口話尼羅河呢一條帶俾埃及繁榮嘅大河流係佢自己做嘅。換句話講，法老自比自己係神，可以創造山河。其實喺神嘅眼中睇嚟，佢只不過係好似尼羅河裏邊嘅一條大魚。如果根據詩篇74篇13同14節嘅描寫，呢條大魚係鱷魚，亦都可以話係海怪，
喺古代近東嘅神話故事裏邊，講到呢個海怪被殺死之後，就會被拋到去曠野，成為野獸嘅食物。喺4同5節跟住講到，因為埃及王驕傲自大，佢將來就會遭遇到類似嗰個海怪嘅命運。有人講過，驕傲並唔會使一個人成為佢所期望嘅大人物，反而會令佢成為別人眼中嘅小人物。呢句話好適合用喺當時嘅埃及王法老身上。埃及仲有乜嘢得罪神嘅地方呢？以西結書29章6同7節係咁寫嘅：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蘆葦的像，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用手持住你，你就斷折，傷了他們的肩；他們倚靠你，你就斷折，閃了他們的腰。喺尼羅河嘅岸邊生長咗好多蘆葦，蘆葦係細細長長又輕飄飄嘅。神形容埃及就好似蘆葦嘅杖，好容易隨風擺動，又好容易被折斷。神責備埃及，話佢咁脆弱，仲時常要以色列人倚靠佢。查考歷史書就會知道，北國以色列被亞述帝國滅咗，同南國猶大被巴比倫帝國滅咗，都係同埃及嘅從中挑釁有關。埃及總係首先表示會支持佢哋造反，但係到咗中途卻係打退堂鼓，就好似蘆葦咁樣見風轉向。所以神要懲罰埃及呢一種危害神子民嘅行為。跟住嘅以西結書29章8到12節就講到，神要點樣懲罰埃及？神要使到埃及全地荒棄40年，埃及人亦都要被分散到列邦列國。呢40年係點樣計算嘅呢？猶大國係喺主前586年左右亡國。根據巴比倫嘅歷史記載，到咗主前57年左右，巴比倫王亦都去攻打埃及，擄走咗好多人。而嗰啲冇被擄走嘅人呢，就逃到去其他嘅國家去避難。等到波斯帝國稱霸天下嘅時候，波斯王允許被擄嘅埃及人回國，時間上大約就係相隔咗40年。所以埃及唔似得前邊提到嘅外邦國家咁樣永遠被滅亡，而係好似以色列人咁樣，仲係有機會回歸故土，重新得到復興。呢個係29章13同14節所寫嘅內容。不過埃及嘅復興同以色列嘅復興就唔一樣。以色列喺復國之後，對世界產生更大嘅影響力，但係埃及卻係相反。以西結書第29章15節寫低咗主耶和華論及埃及咁講：必為列國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於列國之上。我必減少他們，以致不再轄制列國。埃及被神懲罰之後，雖然可以重新復興，但係唔會再有從前嘅威名同影響力，人口亦都會大大減少。難怪埃及依家已經冇以前咁強大，先知嘅預言完全可以按照字面應驗。第16節仲提到，以色列人以後再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倚靠埃及。有關埃及嘅第二篇信息，記載喺以西結書29章17到21節。主要講到神點解會透過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去懲罰埃及。17同18節係咁寫嘅：27年正月初1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軍兵大大效勞，攻打推羅，以致頭都光禿，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軍兵攻打推羅，並沒有從那裏得什麼酬勞。呢段話暗示咗喺以西結被擄之後嘅第27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攻打推羅已經到咗尾聲。上次講過，巴比倫王花咗13年攻打推羅，只係攻下推羅嘅陸地部分。呢度好似係續集，描寫巴比倫嘅軍兵當時打到頭都光禿，肩都磨破，
而且冇從推羅得到乜嘢嘅酬勞。原因係喺呢13年嘅裏邊，個頭頂住個軍帽，個膊頭就抬住啲兵器，一啲都唔敢懈怠。咁樣個頭唔光，肩膊唔磨損先至奇怪。仲有上次講過，推羅城嘅人遇到敵人攻擊，就會逃往海島，城裏面嘅財物大概亦都會跟住搬到去海島。所以巴比倫人只係攻下陸地，就唔會有乜嘢收穫。甚至有歷史學家認為，小小嘅推羅點解能夠撐到13年咁耐呢？好可能係因為有埃及嘅協助。埃及對推羅大概亦都好似蘆葦咁樣中途轉向，令到推羅嘅一半江山落喺巴比倫王嘅手裏邊。根據推算，以西結被擄之後嘅第27年，大約就係喺推羅嘅陸地被攻陷之後冇幾耐，巴比倫王又揮軍南下攻打埃及。以西結書29章19同20節有咁嘅記載。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將埃及地賜給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擄掠埃及群眾，搶其中的財為擄物，奪其中的貨為掠物，這就可以作他軍兵的酬勞。我將埃及地賜給他，酬他所效的勞，因王與軍兵是為我勤勞。這是主耶和華說的。呢段話講得好清楚，係神激動巴比倫王去擄掠埃及，一方面要懲罰埃及嘅驕傲自大又唔守信用，另一方面亦要補償巴比倫王攻打推羅卻係一無所獲嘅損失。第二篇信息最後一節經文嘅第21節再次強調，以色列民嘅復興同埃及嘅復興唔一樣，神必使以色列家的國發生。國喺呢度係代表能力，表示以色列會被神復興之後會變得比以前更加有能力。上一篇信息卻係講到埃及嘅復興係受到限制嘅，唔會再好似以前咁強大。當呢項預言應驗嘅時候，無論以色列人或者係埃及人都會知道係耶和華嘅作為，因為太奇妙啦，冇人能夠造成呢一種嘅分別。依家呢項預言已經應驗，的確係令人驚嘆不已。依家我哋繼續嚟查考有關埃及嘅第3篇信息，寫喺以西結書30章1到19節。呢篇信息冇提到日期，好似係上一篇信息嘅續集，因為上一篇宣佈神要透過巴比倫王去攻擊埃及。而呢一篇就比較仔細咁講到埃及係點樣全面性嘅被攻打同毀壞。1到3節係咁寫嘅。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人子啊，你要發預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哀哉這日，你們應當哭號，因為耶和華的日子臨近，就是密雲之日，列國受罰之期。呢度嘅寫法有啲好似寫哀歌。事實上，當以西結發出呢篇信息嘅時候，巴比倫王仲未攻打埃及。既然係神命定會發生嘅事情，就可以當佢已經發生咗。喺第3節講到嘅耶和華嘅日子係指咩日子呢？從近處嚟睇，係指耶和華審判嗰個國家嘅日子。喺呢度就係指耶和華要懲罰埃及嘅日子快到。再從遠處嚟睇，耶和華嘅日子係指世界嘅末日，亦即係主耶穌再嚟嘅日子。喺嗰個時候，主耶穌係會坐喺佢嘅寶座上審判萬國同萬民，所以嗰個日子同我哋係好有關係。以西結書30章4同5節繼續咁寫。當埃及被巴比倫擊敗嘅時候，佢嘅好多附庸國同盟國都會受到牽連，一齊倒喺刀下。呢個就解釋咗前邊29章4節嘅比喻。喺嗰度，埃及王法老被比喻為尼羅河裏邊嘅嗰條大魚，當佢被神勾出嚟拋棄嘅時候，貼喺佢鱗甲上面嘅小魚，亦都會一齊被拉出嚟。咁呢啲小魚就係埃及嘅附庸國同埋盟國啦。
跟住嘅第30章6到19節，主要講到當埃及被攻打嘅時候，毀壞嘅範圍好大，涵蓋咗全國。喺埃及，從南到北冇一個地方可以幸免於難。神要藉住外邦人嘅手，亦即係藉住巴比倫嘅手，令到埃及全地同其中所有嘅都變得好凄涼。埃及被神懲罰，同佢拜好多嘅偶像有關，所以神喺毀滅埃及全地嘅同時，亦都毀滅咗佢所拜嘅偶像。我哋好難想象埃及係曾經咁悲慘過，佢能夠恢復到依家嘅樣子，應該要感謝神。有關埃及嘅第4篇信息，寫喺以西結書30章20到26節，20同21節係咁寫嘅。11年正月初7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沒有敷藥，也沒有用布纏好，使他有力持刀。以西結發出呢篇信息嘅日期係喺佢被擄去巴比倫嘅第11年正月初7，換算西歷就係主前506年嘅4月，耶路撒冷被攻陷之前嘅幾個月。喺嗰個時候，巴比倫王仲未攻打埃及，點解神卻係喺呢度話他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呢？我哋查考第一篇信息嘅時候已經講過，埃及最初支持猶大國起嚟反抗巴比倫，後嚟發現力不能勝，馬上就好似蘆葦草一樣見風轉向。既然神描寫話佢已經折斷法老嘅膀臂，好可能當埃及打退堂鼓嘅時候已經元氣大傷。當時在位嘅埃及王法老係合弗拉，合弗拉曾經自稱係有強壯膀臂嘅人，所以神用打折他的膀臂嚟表示對佢嘅懲罰。剛才讀嘅21節講到，埃及王法老受傷嘅膀臂冇藥敷，亦都冇包裹，意思係指埃及完全冇辦法重整旗鼓。喺跟住嘅22到26節，除咗重複2次提到神要打斷埃及王法老嘅膀臂，仲重複2次提到將埃及人分散喺列國，四散在列邦，表示神除咗命定埃及王法老永遠失去威力，神亦都會命定埃及人會被擄到去各國。喺25節非常明確嘅指出，代替神執行呢項任務嘅就係巴比倫王，因為神將刀交俾咗巴比倫王。嗰位被神指定嘅巴比倫王就係後來滅咗猶大國嘅尼布甲尼撒王。至於第5篇有關埃及嘅信息，寫喺以西結書31章1到18節，先睇下第1節啦。11年3月初1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呢篇信息喺時間上同第4篇嘅信息只係相差2個月左右。我哋繼續睇下第2同第3節啦。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眾人說，在威勢上誰能與你相比呢？亞述王曾如利巴嫩中的香柏樹，枝條榮美，影密如林，極其高大，樹尖插入雲中。驟眼睇嚟，呢2節經文好似有啲牛頭唔對馬嘴噃，因為喺第2節講到埃及王同百姓嘅威勢無人能比，而喺第3節卻係咁話亞述王曾經好似黎巴嫩香柏樹咁茂密高大。其實神喺呢度係故意用亞述王嚟比喻埃及王。跟住嘅4到9節繼續描寫呢棵樹有幾咁高大旺盛，以致所有嘅樹都窒倒。可惜嘅係佢因此驕傲起嚟，就受到神嘅懲罰，寫喺10同11節。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他高大，樹尖插入雲中，心驕氣傲，我就必將他交給列國中大有威勢的人，他必定辦他。我因他的罪惡已經驅逐他。我哋知道亞述帝國當年係被巴比倫帝國打敗嘅，
所以呢度寫到列國中大有威勢嘅人就係巴比倫。埃及好似亞述咁樣心高氣傲，結果就同亞述一樣被巴比倫打敗。喺16到18節呢度甚至用陰間嚟講到埃及最後嘅去處，仲強調佢喺嗰度同未受割禮嘅人一樣躺臥。埃及人好睇重割禮同葬禮，所以要佢哋同未受割禮嘅人葬埋一齊係好大嘅恥辱。不過對神嘅子民嚟講，割禮已經有咗更深一層嘅意義，係佢哋同耶和華之間立約嘅憑據，證明佢哋係神嘅子民，會受到神嘅保護同拯救。所以呢度講嘅未受割禮的人，亦有更深一層嘅意義，係指嗰啲唔信靠真神耶和華、唔討佢喜悅又唔蒙佢拯救嘅人。從呢個意義嚟睇，埃及人係未受割禮嘅人，所以佢哋死後靈魂嘅去處就同其他未受割禮嘅人一樣。依家我哋要嚟查考有關埃及嘅最後2篇信息，第6同第7篇信息都寫喺以西結書嘅第32章，裏邊嘅內容有好多同前面幾篇嘅信息相似，我哋就唔再重複啦。呢2篇信息喺咩時候發生嘅呢？根據32章1節，第6篇嘅信息係喺以西結被擄去巴比倫嘅第12年12月初1發出嘅，而根據17節，第7篇嘅信息係喺同年同月嘅15日發出嘅。呢2篇信息喺時間上只係相差15日，大概係半個月。喺嗰個時候，耶路撒冷已經被巴比倫王攻陷，猶大國亦都已經滅亡。以西結書32章1到16節係第6篇信息嘅內容，亦都係一首哀歌，預先哀悼埃及將來嘅沒落。喺呢篇信息裏邊有一點想強調一下，第10節係咁寫嘅：我在許多國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掄我的刀，國民就必因你驚奇，君王也必因你極其恐慌。在你撲倒的日子，他們各人為自己的性命時刻戰兢。呢度講到神使到埃及受到攻擊，除咗係要受懲罰之外，亦係要用埃及嘅受懲罰去令到列國對耶和華產生敬畏之心。埃及當時喺列國中係好有地位同影響力，的確係能夠產生呢個果效。以西結書32章17到32節係第7篇信息嘅內容，再次強調埃及最後嘅結局係同所有未受割禮嘅人一齊被扔到陰間裏邊去。一般人認為陰間係所有人死去之後都會去嘅地方。如果根據神針對埃及所發出嘅信息，我哋知道只有唔敬畏神嘅人，佢哋死後先至會去陰間。喺第7篇嘅信息就講過前邊提到嘅亞述、以東同埋西頓呢啲唔敬畏神嘅國家，都已經喺陰間裏邊。第32節可以話係有關埃及嘅總結。我任憑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驚恐，法老和他的群眾必放在未受割禮和被殺的人中。這是主耶和華說的。喺總結呢度，神讓我哋睇到，神曾經允許埃及王法老喺人類嘅歷史上使人驚恐。埃及無論係武力定一話建設，都叫人驚嚇不已。單法老為自己建造嘅金字塔，就叫依家嘅建築師研究半日都搞唔清楚係點樣起嘅。喺總結呢度，神亦都再次預告埃及嘅衰敗。前邊已經提到過，神命定埃及衰敗嘅原因係埃及王法老冇歸榮耀俾真神，反而拜好多嘅偶像，甚至將自己當作係神。埃及仲利用自己強大嘅武力去製造戰爭，所以神要懲罰埃及，亦要用埃及嘅衰落去告誡一切唔敬畏真神嘅國家同人民。我哋亦都要引以為戒啊！